南方。人與人，人與人，那樣痛，那耶穌，最後是白白看天不夢，依舊條條剪下心思。水墨寒，云从此从天开天，强烈是纯属南天北野。走跑，跑！嘿，跑，慢跑，慢跑，慢跑！李夏，我是地大医生徐梦英哦，那个跑。糟糕，本来就拍死。阿姨嘞，李夏，地大医院喏，你不能跑，你不能你跑死。哎，慢跑，慢跑！伊嘛救过真个台湾人。我有救过人，拍死，报告来。さっきは醜態を見せたね。예. 조실을 간도 모든 조방이 기회. 我々は神さんじゃないんだ。患者の生死を決めるのは我々じゃない。先生、もう終わったの？なぜ？それが人間ってもんだよ。暇さえあればいつでもどこでも衝突ばっかりだ。そんなことより飲みに行こう。はい。何を考えてるのかね。父さん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ます。そうか。父さんは富はたちもおって私が守って。君がお父さんのことを話すなんて珍しいじゃないか。はい。父さんが死んでから父さんの気持ちが分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うだろう。親なんてものはいなくなってからそのありがたさが分かるようになるもんだ。君も道の歩き方や喋り方、考え方から食べ物の好みに至るまで年を取りゃ取るほどお父さんにそっくりになっていくんだよ。今に分かるさ。いらで見ればそんなセニーヌです。そりゃそうだろう。お父さんと君とはなんて言ったって親子なんだから。今度私が日本へ帰ったらもう君とは会えないかもしれんな。もう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私が日本へ会いに行きます。日本は敗戦国だ。この先どんなことになっていくのか私にはさっぱりわからん。君には教えるべきことは全て教えた。第一外科をよろしく頼むよ。先生、
青春一去不再回。婆呀，阿妹还问水哦。伊那是酒是个安怎的？喂，是谁？太呀，唔是小呀。谁上些？你没同些人的水的啊，我吵到你。笑嘛该啊？你有同萨瓦达先生讲头车无？有啊，我有唱几十酒啦。是就做得，我是按多都做唔得哦。歹势啊妈，本社会。朋友，老实讲啊，迄毋迄做毋得几去天台，古说萨瓦达先生送按多钱，唔通慢因讲的无聊事情啦。来，这个面愈按用，小了小家做嘛该喏。也想我一次从公税的，毋会讲拄好。毋过啊，妈有暗生。也是你嘅阿爸留下来嘅手工业，系讲台北无法落实，下面我定过去屏东，拉开业嘞。迄本地独立物件，应样用独样用。也係爸留下來嘅，用唔好唔可以痛啦。放心，咱會捱緊日本落地，也較變博士嘅，將個捱命硬啊，捱無很簡單哦，就忘掉咧。注意唔樣啊，是吹冇法。阿妹啊，去睡，去睡。佢係拄好嘅，會去睡啊。兩位阿媽，冇事啊，冇事，會去睡嘅。你要睡啊？身體要顧好哦。弟弟，會去睡啊。阿爸，下日先去读书了。哦。阿玲，我坐位啦。來，爸先坐哦。幫你整開心嘞。喂，認同啊。嗨。東西都有帶到啊，有啦。圖書看認真地位啊。好啊。爸媽先行我。哦。弟弟看到咯。好。
等下后我去查条江牙高中的同年，佢退白就退白啦。等马上吼，你同佢讲一下哈。哦，我蛮好啊。係啊。哟，平常时期就唔爱用咧，按煮的嘛好，今边唔点用的哦。等一下哦，我去送沙瓦达先生啊。嘿哟，你用唔做事同佢讲咯，今日我又无法度便宜，我用个啥？唔怕啦，唔去童年哦，看得来，唔去脾气，我去送就好啦。沙瓦达先生哦，佢照顾我，我听病睇，我同你讲一声感谢。来就不。哎哟，按煮诶，我来去了。好啦好啦。哎呦，还有啊吼，几万块啊，你就不用等，我做来让谁啊哈？哦，较细腻的哦。好啦。走了。哦。妈。妈。妈。用嘅咯，咩冇送快？冇發燒咧。你要给你先生。来。啊，我快唔爽快哦。我先送你烟当讲，好嘛？我无事啊，休息下拄好个啊，冇事啊。真的？你去无喊伊个，无相干。有事，因为将隔壁阿凤伊帮忙拄好个啊。哦，去啊，行去啊，去啊。好啦，应该先医的。嗯。用水嘛？啊，用过水。生日哦。哦。算了。過生日哦。沢田教授。教授の第一議会音源に感謝いたします。日本が今回の戦争に勝てなかったことは残念ですが、教授の指導のもと第一議会は大北大学病院の歴史に輝かしい残すでしょう。ありがとう。ジョ君はまだ来ないようだね。またく教授があれほど目をかけてやっても無駄だ。教授、これこそ本性を表すというやつですね。私の場合は教授とよく衝突いたしました。それと教授への恩恵とはまた特別で。
澤田教授、一応先生はもうないでしょう。5年かけます。挑戦してください。そうだな。さようなら。さようなら。沢田先生，待ってください。沢田先生，干什么？沢田。ジョー君。老师啊，ジョー君。先生。驚きました。分かってるさ。もしも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きっと何か事情があったんだということぐらい察しがつくさ。ありがとう。先生、私はちょっと先生を病気しました。だから救命室で怪我です。分かるよ。私だって君のことを息子だと思ってきたんだ。ありがとう先生。お元気。さようなら。さようなら先生。妈，饭好冇？我歇一下冇。没事啊。2點多誒。頭家，即馬白米一斤偌濟哈？一斤30塊咯。哈，我頂個買吼，才25塊呢。那我多正當起價呢，你買無？哎啦，我買10斤啦，啊下晡你甲我送去厝的吼。好，多謝啦。好。實在哦。哎，红的条路哦，你留一点哦。天到不到，一直装的。各位用个啥？媽，給錢的事情哦，唔是小啦，我會打算啦。你用會冇少？地下，迄物件哦，每年都無共用的，愛到頂去幾毛？嘛係哦吼，好啊，我就條甲講一下。頭家，啊，我報哪送貨？唔是啦，我唔是咧甲你吹啦，我是想講哦，你下晡送米的時陣哦，佮加送5斤好啊啦。哦，你拄只1斤30吼，真1斤32塊半呢？哪會安尼？我嘛無法度呢，啊無你問政府啦，買無要買無？頭家，你安是趁時機無好的時陣黑白起價呢？我買唔啦。好啊，你好，莫講咁多啦，好啊，多謝哦。我度啦。實在是，喂，莫欠啊！人家講幾多錢就幾多錢咩？人家黑白按亂呢，喂，應該多辛苦一些啦。唔係啦，媽，唔好安尼講。來看哦，近甲媽個東西都摕去戲家，佮我用的東西吼，先買起來好個啦。好啊。你這邊看一下。
内向警察是要在哪里？来，在那边排队。谢谢。走，走啊！哟，今年看起来蛮强勇咯。牛嘅。容易啊？你愛考咩？唔係容易啊，啲年愛考。哦，冇簡單，冇簡單。誒，然後叫我做條去馬街好冇？冇問題啊。兩位主任，今仔先來先攏佇會議室，10點的時陣，請恁愛記過迄間講一寡話。好我知。時間到，叫我知。好。愛講啊，你迄個有馬街問題就來問愛就做得。唔是客氣啊，哦，記得咯。哎啲啊，你先行你哈，加油誒！请问会议是要安怎行？哦，我是新来医生啦，第一外科医生。第一外科。哎。唉。借问一下，会议室是为这边行的哦。你遐行就好。这边哦，好，多谢。好，各位医生还有各位护士小姐，你们好啊！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先介绍这几个注音符号，来，请大家先跟着我念哈。病人，朋友，台大医院，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摸上母猪没有？我是在唔理，起注音秒会用。翻用用講咯，怎用就講吼，每天人病入面呢，唔係含生嚟啦，像有注音真看得出咯，係未來醫療嘅人才。人才哦，人才，跟唔叫老第一外科都填數的喂。給有冇問題？新醫師有人帶傷患進來。他本衝會打到嘅。哦。有沒咁用？
亮山上面看到。好。我通知系主任。出事情了！我才刚要出去哦，去讲，迄间的场地里面没看准。你我问鬼呢，阿婆会伫医院呢。今日先去打电话。好，你也无讲，我出去哦。我先你哦。我再注意哦。你讲，用来，会不会有嘛事情哦？用来讲咯，你你怎讲？来，听你讲的啊。阿婆，妈，听你讲。老爸有你不你担心，都给你讲。莫惊，唔怕，我莫惊。阿婆会伫医院呢。会伫，今日去打电话，唔两个伫个啊吼，莫出去哦。生你哦。莫别做啊。苍忠义，输送你引来引导的啊。苍忠义。嫌啦，冇可能你那么喊啊。計平安然啦。差醫生。快來。入邊。爸，去谁那？出来！是什么代志啊？我会帮你刷。为什么安尼？莫叫了，莫讲这废话。这是病院哦，别当你乱来呢。先出你什么病院啊？人叫啥讲啦？人叫啥讲啦？什么人啊？内底迄个外省人啊？这台湾的所在呢？你讲哦，病院无咧分本省外省，你有代志我甲处理啦。好，行。用啥生意可到？喂，你妹啊？你有电话无？算好啦，你讲嘛几落诶？哦。唔过哦，阿哥，过强哦，都几多年时的咧。哦，就是啦，佢就出厂研就送来医院的。嘿哦，见有用的冇？冇啦冇用的。好啦，我讲的咯，有啲无限。好啦，既然是搞生意哦。嘿，唔捌迄啊，迄一定无出去哦。无人会知啦，迄讲哦，我买钱唔好，既然做前提的医院要贵了呀哈。好，你愿意，好。你有影无？我唔怕啦，红个你喊提的医院，冇事啦。你迄记得阿边个开窗的，几多年出丧的。俺不会娘的行的。你讲咯？你健康的，气上啲脾气啊。我是落好的，我去看看细年吼。好。妈唔是笑啦。
记你是已经落了班。我说我讲错，咪讲阿姐啦，爸。卖怕。胖诶，你鬼诶！电话若不摸，我都不会打诶。哎呦，哪有可能呢？要打电话同伊讲，暗时会开来。好诶，过来诶。哎啊。唔会，唔关起来。哦。你要听阿姐讲哦，阿边个来爱做有问题嘅人。哎呀，一下我摆鬼乱呢，根本呢，伊喺内嗰度出什么问题？好啊，你看爱过去重新轮变一下冇？唔是啦啦，他不按说哦，变来愈强勇啦。听人讲吼，叫医院唔顶万年，好定定都俾人捉走诶。胖啊，唔过迄医道嘛该无应过医院人么？有可能哦，俺做医生的，无偷骗人的权利啦。冇行诶，用比爱用诶。妈，俺讲翻译有咩听呢？我咋讲哦？俺又无插针织，俺又无特色骗人，俺医生呢，同人做作的，对人来讲又无乜嘅好处的。要像你讲也愈好。胖诶，莫忝不用忝，要卡有妈有爱有细人呢，一家较细腻地位啊。好啦好啦，也好俺拄记的啦，有乜嘅东西好食的嘛？我去暖菜啦。这下有空肉啊，顺便暖一下嘞。哦。来干嘛？我好啊，冇系看病啦，我又冇俾佢咁啊。各位同仁，大家早啊！又是一天的开始，大家打起精神，努力工作啊！来，准备巡房。哎，我说准备巡房，你们是有没有听到啊？是吧？你们现在怎样？以为我好欺负是不是？陈主任，我们大家好多天都没有睡觉了，所以徐主任体谅我们，他先自己去巡房，就没有让我们去巡房了。你这样讲什么意思？徐主任体谅你们，我不体谅你们了。阿无按用的意思啦。给无你迄用嘛？你人讲迄嘛个意思？啊？你爱嘛个态度啊？意思就是讲，我做嘛该全就无面对人的啊，系无？没啦。哦，开始。哎，有冇嘅东西好食的嘛？哦。哎，有冇嘅东西好食的？拿出来分太家食啦。哦，等住你啦。徐主任，迄唔迄长期人讲了全数唔是查房系无？另外用咩系无？好啊，
无太家就落去吃饭啊。常主任，徐主任案用吼，迄好意啦，想讲本安尼都休息下的。哎呀，太家你开。唔通啊点点？唔看啊，唔搞嘅啦，辛苦哟。看人哦，一时的尊重就无。徐主任，好。讲唔到就本人付出嘅。替先生的痛爱，你个太太主任啦，哦，每个人做事的方法无共样啦，其个见爱爱，其讲嘛该用地天动去做愈好啦，哦。两位同事嘛。哎呀，这臭嘛！医院有医院的伦理，医院有医院的规矩嘛。有啦，我这个念的哦。好啦。排班表准备好了。好了。设备会议呢？郑主任很会放话。请问一下，你是？请问有什么事吗？你好，我们要找谢公正医师。我就是。请出来一下。请问你是？跟我们回去一趟。哎，等一下，你们不可以把医师带走。有人检举他思想有问题，我们必须要约谈谢医师。不好意思，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哎，等一下，做错什么事情？哎，你们放开，放开我！放开我！我是台大第一外科主任徐方清。我们的医院医师有什么冒犯之处，还请各位见谅。哼，我听过你的名字，倒是个名医哦。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师啊。请问一下，我们谢医师犯了什么错误？我们接到密告，他医治反政府分子，思想有问题。我们医院每天医那么多病人，怎么知道谁是反政府，谁不是反政府？只要听到病患说话的内容有反政府意图的，你们做医生的就应该要通报。我们做医师的，救人第一，不分种族、肤色，好人跟坏人啊。有人检举，我们就要处理。主任，请您谅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我知道啊，最近外面发生很多事情，大家心知肚明。这样好了，我跟谢医师去一趟，顺便可以说明一下他是无辜的。主任，我们只是要约谈谢医师而已，您不用这样小题大做。主任，唔好同佢起啦，万一规划卡太细，可能照顾。
我依住我。你讲我无转来，阿婆老夫卡给你，就拜托。我们走吧。走。祝英。厉害。我愿意帮谢医师做吧。这如果一个人不够的话，还有郑主任。郑主任对下属的考核是绝对严谨。你不相信我们2个做上司的，就是不相信整个医院体制。哦不，徐主任，您言重。现在由我们2个主任做保，请问谢医师可以回工作岗位了吗？2位主任，担保可不是随便做的哦。如果谢医师真的有问题的话，2位可要受到连带的处分哦。齐中英、苍中英，我真嘅冇用啊！你都相信我。相信了。我相信他的清白。好，这里有一份切结书，麻烦请2位主任签了名。来讲，根本你做这样，那连做主管也没有事情，这个没。走，抱歉，打搅了。告辞。齐中英倒车，苍中英倒车。听卖啦，你就莫讲啊，无通天数啊，我为着退胎。中英，我是真嘅冇用嘅。冇嗰講嘅，你係咪識翻嚟？哦，驚佢做乜㗎？阿同埋。阿蘭姐嘅面。哦，阿姨老埋。阿姐也上色咯。谢公正，我是何桂玲啊，你还记得我吗？何桂玲。对啊。过去在日本的制度下呀，我们养成很多陋习，我们一定要把它改过来。送家无来面那强那，搬家无来厝那，困转那个南马风啊，从山流来过那。来人啊，土贫落苦难，偏背那个猎巴国家。